想象下，一種植物可以高過一個成年人，但係佢開花嗰陣，會散發出好似腐爛屍體嘅惡臭。呢個就係泰坦魔芋，一種來自印尼熱帶雨林嘅神秘巨花，佢嘅存在顛覆你對植物嘅所有認知。佢嘅花序可以伸展到超過3米高，絕對係世界上數一數二嘅巨型花卉。但真正令佢聲名大噪嘅，係佢開花時釋放嘅那股生化武器級惡臭。呢種聞起嚟令人作嘔嘅腐屍味，其實係佢精心設計嘅甜蜜陷阱，專門用嚟吸引一種極為特殊嘅傳粉者。呢啲傳粉者就係對腐肉情有獨鍾嘅昆蟲，例如食腐蒼蠅同甲蟲。佢哋會被強烈嘅臭味吸引，誤以為呢度有現成嘅腐肉可以產卵同覓食。泰坦魔芋就係利用呢種惡臭營銷策略，確保咗佢自己嘅成功繁殖，展示咗大自然最奇特最有效率嘅生存智慧同生命力。